来去公园佚佗。有一天下晡，阿母带阿光甲花花去公园佚佗，有足侪囡仔伫遐耍的。花花走去找杨仔阿雪做伙耍气壳棒，这边跳起来，迄边加落去，换这边加落去，迄边搁跳起来。猫仔阿月仔咧海亲手，海过来，海过去，愈海愈悬。坐伫边仔的土仔阿草，好心甲阿月仔提醒讲：莫海伤悬哦，若是海伤悬，会足危险的哦。阿光看人咧呲呲啊，跳讲：哇，我嘛足想要耍的。阿母甲阿光讲：即摆人有较济，爱排队，爱等，嘛爱甲人轮流耍哦。囡仔一个接一个，为下骹爬起哩，对上顶头咻一个出落来。过一时啊，大家拢耍甲忝啊，所有的人拢坐伫树仔骹休困啉茶。阿光足欢喜的讲：今仔日足好耍的，我后摆阁要来。